里说魔教会有所动作，就在今日。魔教胜券在握，恐怕有诈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难道又跟他们联系上了？不是。是昨天晚上，魔教朱雀圣使幽姬来找过我，叫我尽快离开流波山。幽姬，师父，此次正魔交手，有鬼王坐镇，以弟子对他的了解，若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他是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的。恐怕正教当中亦有奸细。以你对他的了解，看来你很了解鬼王是吧？哼！师父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老七啊，长进了，有主见了，更聪明了。不过，此事不能就此抹去，算是将功折罪吧。我得赶快去提醒他们。灵儿啊，看好你师弟，不能再让他下山去了啊。知道了。长大了。水月与苍松已经准备好了雷炎净世真诀，准备在魔教出去围捕魁牛之时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计中有计，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。是啊，我也是这样考虑的，所以我多加了一道设防，让阿相带领天阴弟子与陆雪琪一道作为援军。魁牛现身了，真的是魁牛。哎，干嘛去啊？师姐，真的是魁牛出现了吗？是吧？不过爹让你在这儿待着，哪儿都不让你去。等魁牛之事过了之后才能出去。师姐，别说了，赶紧吃药，伤还没好呢。师姐，我没事，我是怕师傅真的出了状况，万一中了魔教的埋伏，那就麻烦了。你让我去吧。那也不行。师姐，你也怀疑我跟魔教勾结，对吧？那昨天那个魔教圣使为什么会来找你啊？是不是因为那个叫碧瑶的妖女喜欢你，怕你受伤，所以才让你先离开啊？就算是这样吧，如果我出现在魁牛那儿，他们是不是就会投鼠忌器呢？师姐，魔教做事变化多端，防不胜防。我觉得师傅他们可能真的会有危险，你让我去吧。好，我让你出去，但是你只能远远的看着，不能靠近，要不然我爹又要骂我了。行，走。小凡，可算见到你了。听说你被鬼王宗抓走了，又放回来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位师兄，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小凡跟魔教有关系是吧？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阿相并无恶意，之前小凡失踪，阿相不惜得罪焚香谷的人，潜入其中，才知道小凡被挟持了。给你添麻烦了。别客气，这我没什么，主要是陆师妹，她找了你1天1夜呢，还去魔教驻地，打算去救你。幸好你已经逃出来了，所以有惊无险，大家都平安无事。那日，我不该留小凡一个人，是我做师姐的大意了。其他我们改日再叙，先去协助师叔们吧。好。
想跑？哎，上官兄，穷寇莫追，以防有诈。只怕这魔教还会再来，所以我们大家行事一定要谨慎。蒲公师兄，我们不如就在此处布置雷炎净世咒，等到我田师弟和水月师妹出现了，我们便共同出手，一举将这魁牛拿下。魔教妖人以为自己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可他想不到我们在此守株待兔，等到他们现身，我们便可启动法阵，将妖人一网打尽。好，我助你施法。好。青云以为他们是胜券在握，实则已经是瓮中之鳖了。这样倒好，免得我们上青云去杀他们。碧瑶，你若是不忍心，便不用过去了，在此欣赏我的安排便好。用不着你管。好了，我们也赶紧准备吧。哦，那黑乎乎的一团就是魁牛。我也没见过。哎，你不是鬼王宗的女婿吗？这都不知道？喂，好，我不说话。我担心鬼王也许还有后手，我先去看看。哎，不是说好了你不能去吗？我们去，你在这等着。听话，小凡，规矩点吧，别再给我们添麻烦了。小心，是毒虫！我们中计了，快撤！出！
青龙。 大家想办法快离开这里！曹叔，把你的雷炎净尸咒赶快撤了，快！不行啊，师弟，现在蛊虫挡着，我控制不了法阵。这田不易本想将计就计，瓮中捉鳖，没想到最后却是作茧自缚。这法阵成了困住他们自己人的囚笼，这下怕是想逃。你给我闭嘴！ 张小凡。 又来坏我好事！
张小凡的功力为何会如此厉害？小凡，碧瑶，别胡闹，走。怎么会用天阴功法？撤！老七，小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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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你们最好解释清楚，为什么一个青云弟子会身具天阴功法？普空师兄，我倒是要问你，是不是你们把天阴派的弟子送到我们青云来了？你们究竟意欲何为？我说苍松兄啊，我们天阴阁和青云门同为正道，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你们不要再争执了。除了天阴、青云两派功法之外，那张小凡最后身上出现的法术是什么？那不是咱们青云的功法，难道还有另一教修为？这可太有趣了！身具青云、天阴两派功法，竟然还会另外一种莫名其妙的法术，难道他是双面叛徒？绝无此事！田不易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要包庇徒弟？他明明就是个奸细！我不管他是哪一派的，总之今天我要把他带回焚香谷，一定要问个清楚，偷玄火剑到底是谁的授意？上官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授意？难道你的意思是，我们青云门还有人授意自己的徒弟，去偷你的玄火剑？你不是在极力为他开脱吗？现在结果怎么样？你以为他真的是青云弟子，他一定另有身份？够了！哪怕他张小凡真的是叛徒，那他也是我田不易的关门弟子。他生是我青云的人，死是我青云的鬼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将他带回本门。是非曲直，将来我一定给大家一个说法。但是今天谁要将他带走，便是跟我田不易为敌。这张小凡居然身具天阴功法，此事非同小可。你们可敢肯定？
掌门，当时3派人等俱在，天音阁的普空看得非常清楚，的确是天音功法，这毫无疑问。田师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田师弟，你不是说过，张小凡在青云5年从未下过山半步？那他是如何掌握这天音功法的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张小凡作为青云的子弟，竟然偷学2派功法，这真是居心叵测，其心可诛。苍松师兄，我看先别急着给他定罪嘛，先把这件事情问清楚再说。事情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？本座身为青云的戒律祠主持，行事从来都是依照祠规。现在张小凡已犯下3重重罪：其一，勾结魔教，背叛本门；其二，庇护妖女，偷取玄火剑；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他身上竟然有天音、青云2派的功法，体内还有一股灵力，不知道从何而来。掌门师兄，田师弟将这叛徒强行带回本门，已经激起同道中人的愤怒，该如何处置，还请你示下。田师弟，你怎么说？掌门师兄，各位师兄弟，你们大家可否记得他张小凡第1天来我青云时的情景？林惊羽被苍松师兄带走了，只剩下一个资质驽钝、没人要的张小凡。无奈，我只有将他收入我大竹峰门下。张小凡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，他铸下如此大错。掌门师兄若再袒护于他，门中弟子该作何想？水月师妹，我并非是要偏袒我门中之人。这2派的功法，本就是水火不能相容，即便是根骨上佳之人，苦练个3年5载，也不一定可以修得。哼，张小凡资质驽钝，砍一根黑竹尚且半年之久。各位师兄弟啊，你们真的能够相信这么一个资质平平的人，能够同时驾驭2派的功法吗？张小凡本来就是天音的奸细，前进我青云来偷学我们的心法，我想这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吧。苍松师兄，你要这么说，这件事情就更加奇怪了。当年草庙村惨案，小凡的父母双双被害，难不成他天音为了让一名少年潜入我青云，就会下此毒手？即便当初他加入青云是个巧合，可难道就不能中途背叛师门，再去加入天音阁吗？否则的话，天音派为何将自己的心法传授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？天音什么目的，我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我这个弟子素来念及同门之情。陆雪琪师侄曾经跟我说过，小凡为了救他和曾叔叔，几次险些丧命。如果他张小凡真的是细作的话，他为何不弃之不顾？当日魁牛现身之时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张小凡可以不露面，可是他为了救我们大家，不得不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当日的情景，恐怕在座的大家都很清楚。我们面临着全军覆没之危，若不是他张小凡及时出手相救的话，苍松师兄啊，你今天还可以坐在这里判他张小凡的罪吗？苍松师兄，我觉得田师兄说的对。依我对这个孩子的了解，张小凡秉性纯良，绝非伪装。说不定啊，他有什么说不出的原因和苦衷。师弟啊，你说的在理啊。若真是有什么苦衷，
你作为他的师傅，陪着他一路回来，难道这一路就问不出半句开脱之语吗？哼，他张小凡此刻就在殿外候着，要问什么话，他马上可以进来回话。张小凡，此次刘伯山有功，但功不抵过。为今之策，就是尽快想办法查清楚张小凡身上的天阴功法是从何处习得。掌门师兄啊，我已经问过了，这个弟子我十分了解，从小到大十分的执拗。他要是不想说的话，你就是打死他，他也不会开口的。不开口，既然没什么可解释的，那就说明他心里是认的。掌门师兄，张小凡所犯下的3大罪状，和林惊羽不一样。惊羽被人魔化，可以说是被奸人所害；可是张小凡这3条罪状，绝不是废除武功，将其逐出师门就可以解决的。那你打算如何处置？要处死他吗？我这个徒儿，我从小把他带到大，他的脾气秉性我十分了解。此次回到青云，他抱定了必死的信念。如果我们像对待林惊羽一样，废了他的修为，赶出师门，掌门师兄啊，那我们如何向天阴阁，如何向焚香谷交代？我青云门中向来没有严刑拷打，如果再逼问下去的话，给张小凡的那只有死路一条。掌门师兄，各位师兄弟，你们大家如若还信得过我田不易的话，就将此事交由我田不易来办理。到时我一定将张小凡之事问出个究竟缘由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人也不必再见了。张小凡，依旧交由你来处置，不过，绝不可让他离开大竹峰半步。待刘伯山受伤的弟子救治完之后，再详细盘问。是。张师弟，多谢你在危难关头救了灵儿一命。只不过你与魔教牵涉太深，恕我不便替你求情，还请见谅。她是我的师姐，我自然应该保护她。齐师兄无需特意来道谢，更不必帮我求情。就算青云门上下所有的弟子都认为我与魔教有勾结，我与师姐一同长大，她也一定会相信我的。灵儿她单纯善良，自然会相信你。不过，掌门和各位师叔们，可就没有那么好糊弄了。掌门那边我自然会解释。
焚香谷与天音阁的弟子都已经撤走了。张小凡虽然破坏了宗主的计划，但也算重挫了3派高手，而且由于张小凡的缘故，使3派生出嫌隙，这也算是意外收获。只是这小子不识时务，此番回去青云，恐怕会落得跟林惊羽同样下场。青云正是用人之际，此时并不会重价责罚于他。况且，我看那田不易护图心切，定会使尽办法护他周全。若是青云对他不依不饶，让这小子失望，对我们来说，反而是好事。想不到啊！此子竟然能够抵御灵兽，真是大才。虽然现在还不能为我所用，但我看他与碧瑶情缘未断。千尺。这伤都还没好，怎么不歇着？师娘，我没事。内息紊乱，气脉受损，还逞什么强？上次信上说让你先别回来，是怕受人之事没有查清楚，你会受到牵连。师娘，那封信是你写给我的。你师父那犟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本来是想让你暂避一时，谁料想后面会闹出这么大的是非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当初让你早一点回来。师娘，这些是非都是我惹的，与你无关。这次的决定是我做的。下山这么久了，我也想家了。既然想家了，就好生歇着。别担心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我跟你师父会想出个解决的办法的，啊。师娘，我想给大家做饭吃，但是恐怕没有几次机会了。小凡，师娘相信你，在师娘的眼里，你永远就是那个师娘看着长大、善良又诚实的孩子。你和灵儿就好像是我的一对儿女，在流波山上，你拼了命地保护灵儿，和你师父一同回来。无论何时，不管旁人怎么说，师娘都相信你，绝对不会背叛师门的。足足1年了，我们大竹峰的人总算是聚齐了一次。大家都别愣着，
动筷子吃饭吧。吃饭。师兄，你们的脸怎么了？小凡，别问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没什么，和朝阳峰的人吵起来了，结果打了一架。为什么吵架？是为了我，对吧？好了，小凡，别问了啊，没事的。朝阳峰那伙人啊，平日就欺人太甚，回头我们就去找他出气。你们有完没完呐？张小凡，你下得一次山，可真是名剑出鞘啊！你看看现在把你给张狂的，把你给嚣张的，你是不是想凭借自己的功夫铲除我青云门呐？弟子知错，请师父息怒。知错？你师娘说，这儿女大了，就要去历练。可你看看你张小凡，现如今这腰板也直了，说话呢也不结巴了。想当年为师收你为徒的时候，那唯唯诺诺的样子，跟现在比起来，简直是判若两人呢。为师是该为你高兴呢，还是为自己难过呀？师父，我不是想惹您生气，可是我看师兄们为了维护我，受到这么多欺负，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今天的事情，你也看见了，大家伙都在为你背黑锅。老七呀，如果你觉得真是过意不去，那就把之前的一桩桩一件件，当着大家伙的面说清楚，给大家一个说法。好了，你就别再逼小凡了，让大家先吃饭吧。有什么事，吃完饭再说。师娘，是我不对，是我对不起师父和各位师兄，让他们为我操心失望了。可是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师门的事。小凡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大家伙啊都不会相信你去给那个鬼王宗当女婿的。哎呀，你掐我干什么？疼！你们还闹什么？好，小凡，你既然说你没有做对不起师门的事情，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说，你和鬼王宗绝无瓜葛。师父，无论小凡走到哪儿，都永远是青云门的弟子，与邪魔势不两立。既然如此，今夜你就下山，把那妖女的头给我带回来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。